OK， 先攻出入。有三先。拉啲先，拉啲先。無功冇乜第二條路啊，咪路。除非手牌好好先會拉級啊，如果我覺得我而家係穩陣，冇啦，你繼續你嘅方位字㗎，你快啲出 cost 卡啦。會有我啊，我係出你揾女出啦，你揾女出咯，係我都冇所謂，去，得我先我數十，去，我未進入鬥階段喎，你係咪第一階先？係，咁你第一階完唔完先？睇下先，我開咗之後咪咁所以之後同你講我有開㗎，你中間會做乜嘢啊？唔係啊，你中間會繼續做嘢嘅，所以我同你講你會入到任鬥階段咯，我驚你跳太快，1、2，所以我覺得係好關鍵。打幾多？其實你先講話我明年，因為我原先我冚呢個。咁我多咗少少，我問。1、2、0，1、2、20，有冇啲得到㗎？唔使佢啊，唔使佢啊。之後你擺到咁曬咩？我驚你直接話回合結束啊！嗰度驚啫得。我係已經你先呢個卡就我搞過。大家都知道嘅，啱講嘅。唔係我第一次先出先。咩啊？唔係收入乜嘢？即係就最尾先。你講話食下我贏贏翻我係冇食。係咪啊？屌，大佬一住啦！1700。我睇你你咩價？OK 好啊。1700。係啦，叫我啦。好。我哋福球去好啊！開閘，兩隻，再嚟先，出嚟先，落完。得嘛？好啩，真係食咗下咗。裝備1700。有啲緊張。我諗咗好耐㗎。下拍堂先。打打，我打。出咗。哇你！我有諗過一槍7卡3次4件打入你個打。我比較派後台多啲真嘅。講下。先落加咗。點解你要放？跟住再減3次。有個反叛機會。但係相對嚟講，你有多可能嘅可以我係發現個即係我有個即係有時間你要等我係撳唔到嘅，你就算我即係撳差我大概睇我呢張即係有點先4打就先啦，好，